Hello，大家好。今日呢段片咧就要同大家講一個基礎嘅 grammar 概念啦，就係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嘅 adjective。咁 comparative 咧係講緊呢個比較型啦，而 superlative 咧係講緊呢個最高級型嘅呢個形容詞嘅。基本嘅概念嚟講啦，其實一般嚟講，你做比較啦，即係將啲形容詞去做比較，用一個 comparative 比較型嘅形式去表現出嚟一陣時候咧，你係想去比較兩樣事物啊嘛。咁咧，通常咧，你就會喺個 adjective 嗰度啦，加 er 啦，或者用 more 再加個 adjective 嘅。例子嘅話咧，就可能有呢個 tall 啦。如果你話嗰樣嘢係比即係 A 比 B 更高嘅話咧，你會話 A is taller than B。咁如果你話 A 同 B 比之下咧，A 係更加之靚嘅話咧，你可能會話 A is more beautiful than B 咁樣嘅。咁而最高型啦，即係呢個 superlative 嘅話咧，係指緊當你有三樣以上嘅嘢嗰陣時候啦，你就可以用嚟去指出三樣嘢入邊或者三樣以上嘅嘢入邊啦，有邊一個係最乜乜咁樣。咁個結構嚟講咧，一般嚟講咧就會係 the 加 adjective 加 est 啦，或者 the 加 most 再加 adjective 嘅。例子嘅話，如果你可能會話有三個人入邊啦，A、B、C，咁 A 係最高嘅，你可能會話 A is the tallest，而可能你有三樣嘢啦，A、B、C 啦又係，咁啊最入邊最靚嗰樣嘢，你可能話 B is the most beautiful 咁樣。咁呢個就係comparative 同埋 superlative adjective 嘅呢個基礎嘅概念嚟嘅。要講講另一樣嘢咧，就係佢哋當中嘅一啲規則變化啦。一般如果你單音節嘅形容詞啦，即係嗰個形容詞係得一個音嘅話咧，係加 er 啦，或者加 est 嘅啫。即係譬如好似拖啦，咁係一個音嘅啫嘛。記得就係轉嗰陣時，即係比較型就會話 taller 啦，而最高型嘅話係 the tallest 啦。fast 啦都係一個字啦，就係 faster 啦，或者 the fastest 咁樣嘅啫。如果用 e 結尾啦，或者用呢個 r 或者 st，sorry，如果用 e 結尾嘅話咧，你直接加 r 啦，或者加 st 咁樣嘅，即係譬如 large 變咗 larger 或者 the largest 咁樣。如果有陣時如果佢會有個重複尾音嘅情況嘅，即係譬如好似 big 啦，即係就會 bigger，即係會變咗 gger 咁樣啦，run 都會變咗 runner 咁樣嘅。big 嘅話變咗 the biggest 啦，會重複咗最尾嗰個字啦，重複咗尾音咁樣。至於多音節嘅形容詞啦，即係兩個音節以上嘅話咧，就會變咗加 more 或者 most 噶啦。即係譬如好似 beautiful 嘅話，會變咗做 more beautiful 啦，或者 the most beautiful 啦。expensive 嘅話會變咗 more expensive 啦，同埋 the most expensive 咁樣嘅。呢個就係基礎嘅概念啦，同埋一啲基礎嘅規則啦，關於呢個 superlative 同埋 comparative adjective 嘅一個入門嘅講解啦。呢段片咧會有另一部分嘅，咁我哋就會喺另一部分裏邊啦，講一啲少見啲嘅一啲規則啦，或者一啲 exception 一啲例外嘅情況啦。OK，咁我哋下一段片翻嚟再見啦。記得下載咗個 notes 啦，同埋下載埋啲練習啦，去試下做啦。OK，下一段片見。